多年嚟，保育基金同唔同嘅科研機構同埋團隊合作，喺應用科學、科研方面去推動本地馬蹄蟹嘅保育工作。我哋同香港中文大學嘅機械自動化工程系同埋香港城市大學嘅化學系，透過無人機同埋人工智能嘅系統去識別唔同嘅馬蹄蟹，去令到馬蹄蟹嘅種群普查工作更加有效。去年咁揀選咗喺下白泥，我哋利用呢個無人機系統去採集咗好多野外嘅數據。咁而喺今年呢，我哋喺呢個水口呢個地方呢，就選擇咗去擴展呢個計劃嘅第二個地點。水口灣係馬蹄蟹嘅一個其中一個重要嘅棲息地，亦都係馬蹄蟹第二大嘅一個繁殖、一個育幼嘅地方。咁所以透過觀察同埋學習馬蹄蟹嘅一個種群嘅一個數據嘅趨勢咧，可以令到咧我哋選擇呢一個地點咧，作為一個擴展呢個項目嘅一個理想地點。於去年在下白泥運用無人具身智能無人系統以及人工智能先進技術，來收集馬蹄蟹以及它的分布數量，已經取得不錯的初步成果。